有位師傅，佢從1988年開始做鮑魚，至今咧已經有37年嘅歷史啦。聽講佢嘅鮑魚專門店咧，仲連續幾年啊攞晒黑珍珠啊、車胎呢啲認證添。今日預算充足，一於試試佢。嗱，就係呢間啦，德叔鮑魚專門店啊！哇嗱，蟬聯4年黑珍珠，哇5年米其林車胎。呢位咧就係德叔本人啊嚇，張何德先生，哇攞過好多獎喎，真係。呢啲係咪乾鮑嚟嘅靚女？哇！呢啲幾頭啊？呢啲4頭。溏心嘅喎，仲有個鮑汁喺度喎，同我上過呢個。咁呢啲咧？呢啲又係罐頭嚟嘅。喂，咁呢個點樣食法啊？可以即食嘅。即係有啲學生啊帶翻學啊，就咁開罐頭照食都 OK。呢啲我哋要嚟撈飯啦，整3罐啦嚇。咁仲有冇其他啊？呢啲餸滷味咯。160克一隻喎，大隻喎。位上啊，整3份啦。呢度有冇大廳啊？有啊。咁我哋去房啦嚇，呢度清靜啲。有套餐喎，原來千零蚊、2000幾都有啊。點個茶先啦，整個鐵觀音嚇3位，和牛炒飯、燕窩鮑魚、花膠海參有齊晒。哇，仲有呢啲鮑魚炆雞，哇，整個呢啲。14個小青龍都做得好。哦，整3位啊，就咁先啦嚇，食住呢啲先。係靈芝燉花椒華。哇，成大嚿靈芝喺度喎，試下先。真係入口即溶，啜一聲喺個口嗰度溶咗咁啊，好似好夠膠質啊！而且佢放咗啲靈芝喺度咧，有啲藥膳嘅感覺。哇，主角嚟啦！這道菜品是好本店的招牌fran星5頭藍鮑。我們每一隻鮑魚都是耗時7天6夜，經過100多道手工工序製作而成。有編號嘅喎，呢個係。好，咁啊即刻試試先嚇。哇，呢啲咁樣切落去咧，佢係好有質感嘅。你切鮮鮑嘅話咧，可能係咁鋸，係咁鋸，嗰種感覺唔一樣啊。佢表面嘅膠質咧係好濃郁嘅，食落去係好軟滑、好香，而且溏心嘅。慢慢食落去有回甘嘅感覺喎，真係好正。包括呢個汁好濃郁嘅食落去。花雕腐小青龍，有蛋喺下邊嘅，青龍嘅肉咧幫你起晒出嚟，跟住仲有啲魚子醬喺上面。青龍仔嗰種爽感，再加埋有啲魚子醬嘅鮮味，整體食落去係非常之鮮味。招牌鮑魚炆雞，呢個半乾鮑嚟嘅，哇！真係滴實汁喎，真係可以喎，你成隻入曬味嘅喎，真係質感真係似似地乾鮑啊呢個，而且4隻咁樣俾到你。佢呢半乾鮑咧係罐頭嘅喎，就是可以買回就自己做的，是吧？可以的，就這個鮑汁是用什麼鮑汁啊？跟那個乾鮑一樣的鮑汁。鮑魚撈飯。用這種12頭的獅子裝的鮑魚。試試佢先。哇，我覺得細隻嘅仲入味喎，好香啊！食落去試埋啲鮑汁撈飯啊！咁樣撈法真係食個飯都已經好滿足。即係如果你話冇咩餸好食嘅話咧，直接開罐鮑魚撈佢落去，咁有一餐啦。呢個咧係古法煨製嘅黑松露鮑魚。佢呢個5頭嘅反而冇嗰啲細隻嘅咁入味喎，所以呢個稍為係爽身少少，但係都好食，因為佢有黑松露嘅味道喺度。呢個要嚟撈飯都一流。嗱，今餐埋單4000蚊多少少啊嚇，其實呢個價錢嘅話咧，亦都喺我嘅意料之內。即係整體嚟講呢個出品啊、環境嘅服務啊，真係對得住呢個價錢嘅。如果食乾鮑嘅話咧，嚟呢度食咧，呢個體驗感係相當之好嘅。如果想食半乾鮑嘅話咧，揾我買咪得咯。嗱，傾定嘅靚價錢等你。